若是近视、乱视的度数向增加后，有可能是感冒出问题。成功病院最近有一个接骨中的病人，因为这几天目睭的状况变甲真歹哦，需要感冒医师，无可能就会看无，所以接受一款新的手术，目前已经有改善了。咱做伙来看卖。今年15岁，特别升高一的吴同学，10岁开始近视散光度数增加，就医诊断是眼堆角膜疾病。到国一1年，课业压力大，视力更加前景下降，散光照入目睭超过1000度，倒泪900度。就算是挂散光目镜，照入目睭视力也只有0.1，倒泪0.7，互医师判定需要做角膜移植。2021年，成功病院创国内先例引进感冒高联手术。吴同学2年前接受手术，总算互眼堆角膜袂过恶化，视力也有淡薄仔进步。考试的时候，那个题目真的是很冗长。假设社会要考54题，每一题都真的很冗长，那个看的真的是会模糊，真的会模糊。医疗团队表示，眼堆状角膜是一种少看的角膜疾病，发病原因不明。病人的角膜会渐渐啊变薄，个继续向前凸，若严重会失明。不过，若采用角膜高联手术，也就是伫角膜上滴维他命 B2，然后使用紫外线照射角膜，产生化学反应，促使角膜纤维结构重新结合，会当增加角膜的坚固度，袂过恶化。目前我们的成功率是100%。好，那它的风险呢，包括手术后的感染啊，角膜的混浊啦、结疤的状况，那这些都可以经由就是手术后就是密集的追踪来做避免。医师表示，台湾潜在眼堆角膜患者略算有数千人，发作时间通常伫10到40岁之间。愈少年发作病人往往会愈严重，另外接受过近视手术的病人也是高危险群，所以提醒民众，若视力渐渐无清楚，暗时眩光严重，佮散光继续增加，应该要赶紧就医检查，敢是有眼堆角膜情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